既然我已经带来到地府，伊应该将这个现场的证据甲我讲。这四面拢是茫雾，一片白茫茫。你是要叫我为地去找人呢？即马是免讲这个，我甲答应要带你来地府，伊无答应要找你哪里？安怎？敢讲你想要反悔是？一个人袂讲白菜，免哪有反悔的道理。好，那呢你就紧讲。好，我就坦白甲你讲，你要知影的咒语，就是这4字：阿弥陀佛。靠！你竟然敢骗我！你不要将这你拍死！就是你一将将我拍死，我嘛只有会用甲你讲这4字尔。你还阁想要骗我？阿弥陀佛，这4个字，你覆盖什么人拢会晓讲，就算是3岁囡仔，嘛会用拢上口。安怎？敢讲遮尔简单的4个字，就爱个你无恁来教3岁囡仔都会晓讲无毋对，也毋过你也知影，诚心甲善根是无共款的。往往一句佛号，时常会因为讲的人无共款，伊就会来发出无共款的威力。好，那我就试看卖。不过，若是无效，我是袂遐尼简单放你耍。阿弥陀佛。无骗，你果然是在骗我。好，即马就换你来试看卖。若是无效，我会绝食爱你的性命。好，我就试互你看。你别搞了啦！苦之主是我啦。是你哦，你哪来到这啦？哈，我是要来找阮阿娘的。哦，嘛毋知安怎茫茫渺渺，一直找就找来到这。哦，你要摕迄个白玉镜，就是要来地府救恁老母的哦。安尼意思就是讲，啥人有迄白玉镜，就有法度来地府救死去的人，就对啊。我是不忍心看阮阿娘伫遮咧受苦，哦，所以我才会安尼做的。安尼，白玉镜含我。白玉镜已经破去啊！这破去？嘿，你讲什么笑话啊？安尼白玉镜破去，你哪有法度走来遮啦？真是的，我真正无骗你。我即马一时嘛毋知要安怎向你解释才会清楚。这我，你喊我。哈！啊！那边有人来啊！施主，借问的，这是什么所在？拜托你甲我讲好无？这是什么所在啊？拜托。你敢若臭鱼人的？你讲的话，伊拢听不入去的哈？这个人面色这么歹看，又搁唉声叹气，呼天唤地，前世人一定有做什么歹代志啊！你讲的话，我一句拢都听无咧。啊，你搁讲出来好听者？慢慢你就会了解啦。咱先对来去看卖啊。好。嘛无看人影啊。你进来，是林太太。小青，你要做啥？小青，你给我找着吼！莫后白人，你这个回手
想要管我养啊私心？哎呦，什么管你的养啊事？啊，你嘛实在有影收过头过分啦！你著看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所在啊呢？哦，你来这要掠人就要掠啊！我要带伊离开这，是为着伊好。敢讲，你希望伊永远住在这，永世不得超生的心。哎呦，伊若真正对你哦，迄才是永世不得超生哦。你这个花心，我看你是活在你身啊！好，今仔日我就来解决你的结束。李太太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就算踮遮，永远无法度超生，我也袂甲你倒转去魔界。有听的无？有听的无？人无爱对你啦，死心啦，死心啦！小秋，感觉我有嘴讲到无烂，你也是袂当了解我心。不管你安怎讲，咱两个是无共款的世界。搁再讲，记我心目中，我永远爱只是无脸表演的一个人。莫再提无脸。安怎？你惊是？你永远就惊伊甲伊比较，对无？好，别个讲，无脸到底有啥物所在好？到底你为着伊安尼做？因为伊从来都袂强迫我做我无爱做的代志。我若是甲伊做伙，我才会当感觉我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人。那安尼，你即马伫遮，无脸到底做啥物？我记这个所在，伊毋免为我做任何的代志。搁再讲，我已经死，本来我就应该踮遮，等待我。若是投胎转世的时间到，我自然就会离开这个所在。袂用的，我为你付出遐尼多，不管你是愿意也无愿意，我就要带你离开遮。我不会。先生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最好是变道走，这就是寒冰地界。你若是跳落去，你永远就无法度超生。寒冰地界。安怎？你惊是无？明天啊，赶紧将小姐放开，你绝对无法度通过迄个寒冰地界。那安尼是无一定啦，只要若有人肯做先锋，我就知影我是毋是会当过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先跳落去看卖，假使若是无死，算讲你放弃；若是死者，以后也袂来破坏我的好处。这位老大人，你唔知影甲我讲，阮阿娘有来伫遮无？恁阿娘？恁阿娘是什么人？阮阿娘是布家庄的老四。诶，我敢若捌看过，嘛敢若唔捌看过。我拜托你，你只要甲我讲，阮阿娘伊即摆伫什么所在就好啊。恁阿娘是去应该爱去的所在，就敢若我同款，我住伫遮。来，大家坐啦。我坐袂落啊，我要过来去找阮阿娘。小等咧，小等。什么？你要甲我讲阮阿娘伫什么所在啊？是？你小等咧。这人啊好哩，无定着你会用着。好不？这个老的嘛足奇的，什么物件无爱送一个人啊？这要送啥？我嘛唔知影，也毋过伊既然甲要送我，一定有伊的作用伫咧。即摆无时间同我讲这啊，我要过来去找阮阿娘咧。阿娘，
阿娘，阿娘，宝莲，你哪个来吃啊？阿娘，这是山椒啊咧，你免哪会食这？这是阿娘的业报。阿娘，祈祷时光难团圆，昏困地家又随莲，子孙乱见难如意，为何未来靠求助？阿娘，莫搁念啊！我了解你的艰苦，我嘛足痛苦呀。你安尼讲，我规个心拢碎去啊！阿娘，咱转来去，我带你离开这。阿娘，来去。你敢若会晓顾你安尼啦？啊，这卡你放伫遐，你也袂记的。好佳就是我捡起来，啊无早就放去啊呢。多谢施主，嗯，真感谢你。我是带着你吼，要带我离开遮啦。啊无吼，我是连插你都不爱插你啦。哼，真多谢吼。宝莲，头前是乌地啊，任何人都无法度经过这关。阿娘，你放心啦，你煞叫袂记啊？我的身躯有迄警察的啊，你看，我会用带你冲出这个乌地噶。来，无爱就传两个人，啊就插。呀，你什么所在？第四殿咯。哎，你唔要带我离开第四殿，这么样介绍？阿娘，阿娘，小你走对啦。你喝水哩哦。我紧。哎，红姐，你看这是什么物件？哎呦，嘿，这有像白药镜呢？白药镜。啊，白药镜来破去啦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谁那无连师傅甲有缘师傅拢无看呀？你甲白药镜好啊？哦。因三个人先去头前的庄后找一个所在住吧。啊，那安尼你咧？无连即马一定袂去困在地下。我要来救，我跟你来去，不愿。地下并无像你想的遐尔单纯。我若是带恁去，颠倒会误事，而且我阁有代志要交代你。哦，按你讲啊，只要我都救无人师傅吼，你叫我们做啥，我拢愿意啦。慧红，慧红，我老家啊！老家，是你哦。对啦，你敢有看到无咧？啊？无人来这？伊来这要找伊安尔，但过我真担心，我惊伊会真危险呢。我若饲，我嘛足久无看伊。我若想到我若饲，我都足后悔，拢是因为我，才害到变这款地步。听你安尼讲，我亲像你已经反悔了。反悔？反悔有什么好反悔？我今仔日即摆受这款，我已经忍受袂了啊啦！慧红哦，拜托你，假使我也对你袂歹，想办法带我离开这个所在，好无？我唔知影，我来这是想要救别人出去的。慧红，既然你有法度救别人出去，是不是连我嘛是要救出你啊？
这以后才搁讲，你先带我来去找无咧，好无？行，进来。哎，伊就叫咱半个时辰来遮找，咱哪无看人啊？对啊。这是啥？哎，三仙草人。这是胡王子啊！叫咱好好保管迄草人。哎，是哦，一定是啦。啊是讲伊人走倒去啊？啊？敢讲伊嘛走下家去啊？哈，我哪能是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啊。我看吼，咱嘛只好咧遮顾这三个草人，啊等伊救无连师傅转下讲啊。万一是连伊家己都无倒倒转来，是要安怎呢？我的自强自立嘛，做人理。修清，有缘小青甲有缘，啊，修清有缘，啊哪里家哩？小青，啊，桂红红，你来遮嘿？阿爹，阿爹，你来遮？小青，唉，想袂到咱爸仔囝竟然在这个所在来见面。阿爹，你过了好不？莫讲呀，爸，小青，啊你咧？我以前也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只是为情所困，所以唔知你伫老店在这痴情的世界险遮流乱。哎呀，桂红红，正要带我离开这个所在，要不你跟斗阵来走？阿爹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桂红红，你到底是安什么心？你竟然要煽动阮阿爹离开这个所在？我并无安尼讲，你唔通误会。我讲过，我只不过是为着无能，才要来遮。无喏，桂红红，你答应我，讲要带我离开这个所在啊？莫讲啊啦！哎呦，答应是魔界的人啦。总讲伊家己要离开哦，伊嘛都要用迄个移魂脱魄之术。差不多移魂脱魄啊！哎呦，讲较简单的啦。总讲你若倒转去阳间啦，你嘛干那会当做孤魂野鬼那尔啦。是啊。你讲啥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哎呦，老施主啊，到这个时阵，你感觉还阁看袂开笑啊？生死总是命，来来去去总是缘啊！不行咧，我袂阁留你出所在。辉哦，莫相信伊，咱快离开这所。你别过去啊，阿爹。我听离开这所在，小青，你唔知阿爹踮这所在，每天所受的苦，伊都留着我人忍受。阿爹，我来走，行。阿爹，阿爹，小青，小青啊，你听我讲，各人有各人的命底，哦，你啊莫阁烦恼遐尼多啊。对了，有元素，桂红红可能知影无良表兄去倒位的，你看，咱对来看卖好无？这个平提达甲惠红红，拢同齐来伫遮，因是咧变什么梦？缀来看卖，吼。小姐，你到位！小姐，你到位！你到位！啊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！走足久啊，连人影都无看呀！我看今日哦，无路头转去啊！我唔管遐尼啊多，无找着阮阿娘，我是绝对不爱回头的。
伤害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分东西，问天天问地，一种痛苦。啥人知？若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香袂美，嘛着做一个你。